嗱，佢普領嘅嗰部勁呢，有可能學在咱啊未必全部攏會知，勁名嗱有無全部攏有去過。普領嘅嗰部勁呢，就形成於清朝乾隆年間，分別是昆岡雙王、鐵牆風浪、靈活鋼磚、魏王塔、紅旗油塘、南港羊條、黃雀交架、自由河亭。頭先出勁呢，我是全部攏有去過啊。今日來呢，就上後一解自由河亭。這個亭呢，就是自由橋啊，位於紅洋靈東門外紅洋河頂嘛哦。老一在啊，由於這個歷史比較假，最後最呢就會做咗成為了一個歐。這個我有直接話以前嘅講叫做自由橋，橋啊上埋機呢，正有學做大家嘅流潮啊。這個嘅明天世界嘅名簿嘅時候呢，橋頂啊人來人往，橋喺度河汀雙鎖，構成了一幅美麗嘅畫卷。另外啊，刷光塔影，更是整條自由嘅文筆。特別是這些東西做在後啊，等天時有時好，解決將升起來嘅時候，魏王塔塔影呢就導用了自由橋牌哦。形成了一幅作美嘅自由河汀嘅畫面。但是呢，隨着歷史嘅變遷，沙依水改，黃沙自由變成了長堤，這隻美景呢也隨之消失。自由河汀最終成為了人們美化嘅畫。如今嘅自由河汀已經滅亡啦，係自由河汀。但係在所推嘅呢支作橋呢，也唔是黃毛，是後來定思維。為了確保行人嘅安全，經過呢要落橋啊上埋機叫做鐵欄杆，就是咱今日所推嘅自由橋。到現在呢，附近成耍河頭。由於這個呢，我們是紅洋一個碼頭，河頭上岸各地呢，攏是落一個碼頭裝裝嘅，所以這條自由橋呢，我有個這個名叫做河頭橋。